请问，倒位是全台湾上高生上生的所在？逐年拢会举办上生啊节，恁敢知 ？A. 新竹宝山 ，B. 台东地上 ，C. 台南安平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上生啊节，有，我哪有听过？我捌听过。可能新竹宝山是。哦，啊，恁这恁这新闻捌报过吗？你报过袂记啊？报过袂记啊？袂记你啊，哇，嗨咯，新竹台东，新竹还是台南？哎，是。有想法无？新竹生囡仔生较济，是。遐有那边较有科钱啊。学，嘿，是。新竹较有可能啊，是于总哥你安尼感觉咧？我嘛是有新竹呢，为什么？有咱投票。新竹人口应该较济吧？是比台东较济。是因较高生。所以我有应该是。新竹比台东较济，啊，敢有比台南台南尔，你我有印象哦，敢你亲像是低上，低上，低上，敢你会记你有报过啊？哦，有印象，有印象就听有一个报出来听哦。足久的，安尼到移动遐来你甲选择看卖。你若有印象就是。啊，我足惊记唔对。别啦，我紧。对，不要紧。伊嘛无一定约会到，所以恁的感觉是，起码有2票 A 哦，10秒鸟。今日也是要举手表决嘿。也是不讲，比好啦，比啦，又比好，有印象好。好，你的答案是又比 B。好，来，台东的地地上对唔对？爱相信家己。嘿，来，机会来哦，机会来咯。这几位拢是台南人，因讲台南安平应该唔是正确的答案。哦。所以讲咧，阮是要是 A 新竹。新竹的宝山。宝山。是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者新竹的宝山对唔对？这伫新竹的宝山村迄搭有一个新湖路甲宝山路，因迄个12路口有一个古井吼，啊，迄个古井听讲啉迄内底的水会当较会生双生啊，所以迄附近的人因双生啊迄款比例较悬，比率较悬啦，啊，就是逐冬拢会办即个庆祝，还是集合的活动吼，就是伫新竹宝山村遐，所以咱的答案是 A。啊，是毋是有效？我感觉这若用科学入去，可能是基因的问题。是，啊，个大家信啊，尽量生少子化，咱需要生较侪囡仔。谢谢老师。